镜头话看转来咱国内，美国关税政策慢车实行90天，也若走远洋货柜的，将有可能因为厂商赶要出货，订单有变较济。有业者就表示，有一寡商品是赶要出货，毋过也无甲烧整的情形。有专家就提醒，上大变数要是爱看美国甲中国安怎讨论关税，未来安怎发展才会较明显。往台北到码头的货柜车一直出入，一台线一台，传出是因为受到美国川普关税政策影响，真侪客户赶紧提前来优惠出急单，就想要避免关税冲击。台湾的货柜三大公司，包含中营甲万海也坦白讲，签订约状况比去年较好。我想我们长约在美国线签约的比率是高，我们的量价基本上会比去年好。那在欧洲的部分，价格也有在提高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晋阳线我们包括我们今年的运费呢，都比去年的同期运费1到4月这样看下来，大概运价大概成长3成，所以表示晋阳线目前状况都还不错。真侪轮船业者出席会员大会，引起外界关心。海运业务是毋是受到美国关税冲击？万海航运讲，对于出货状况来看，像一寡特别订制家具，也有工具机，也是较俗嘅电商受到影响是较细，因为终端也是有这需求，所以讲也是有货出口。虽然无抢仓，不过可能发生部分极端现象。阳明海运是认为讲，除非美国需求是大幅度下降，若无货品出货机会也是真悬。长期来看，未遐尼悲观。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观察，应该不会那么悲观，因为除非美国整个经济状况出了大问题，他不购买，他不消费，不然跟亚洲购买这些部分一定会继续的。比较大的变数是在那美国到底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情形？还有就是说，他现在的协议上面，除了中国之外，会不会波及到更多的地方，然后让全世界到美国的总运量下降？专家提醒，进前美国贸易代表处北发布，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也佮有营运的船，就要来设真悬的港口费。未来若是政策开始实施，是不是增加这个航运的成本，也要纳入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